大海海，要死无人知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真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伤苦。什么缺失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也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伤苦。什么缺失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这条围巾是当初是你的亲戚阿母，请予你阿爸的，我今嘛交予你。我相信你阿爸应该是袂反对。是，你一定该留在你的身躯边，知道？我知影。多谢你。多谢你请了我20几年，多谢你一生为家己给我这条生。虽然我要离开了，也不过我永远都袂跟你放弃。多谢你，阿母。替我送你阿兄。我无想要让志玲看到我流目屎，是因为我惊伊会袂安心。亲像志玲汉尼啊大心的囡仔，我哪会甘予伊离开？伊拄则伫外口叫我一声阿母，我心内足欢喜的。志玲这个囡仔。汉尼啊善良，汉尼啊得人疼，一定是真着文英汉尼好的个性。唉，文英啊，我对你哦
实在真失礼。若假使咱两个毋是因为建枪的关系，若假使咱两个拢无搭伫单杠，我相信咱一定是真好的朋友，真好的姊妹啊！讲起来哦，嘛真奇怪。较早你搁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我真无愿意看到你。其实哦，应该是讲我真惊看到你。也毋过即马，你已经在天顶啊！我煞有足多话想要对你讲，文英，我请你原谅我，嘛请你保庇志玲这段路会当平安顺利。我嘛希望你会当答应，互建昌早一日转来大遐厝。这世人是我欠你，后世人我一定会做牛做马来还你。文英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，好无？啊好啦，阿母，你会忝没有？啊无，咱来庙口遐坐一下啦。毋是啦，我看吼，咱三个先转来去啦。咧剧中吼，敢若有话要甲美官讲的款。姨妈，剧中啊，有啥物话吼，就做你讲出来，唔通捂在心肝内啊，捂在心肝内，捂久会破病呀哈。姨妈，美官，你耐心听剧中讲，看伊要讲啥呀？等你若听完了吼，是毋是要接受剧中，你才阁决定啦吼。阿福啊，行，咱来等。奇怪，姨妈真正是一个好人呢。志忠，你若有啥物话，就紧讲啦，我搁要等你照顾后爸。美官，你敢有感觉到咱两家伙啊？哦，毋是啦，应该讲一家伙啊。即马感情拢变甲足好的呢，而且因大家拢足支持我的。毋知影你敢会当给我一个机会？阿姨才打过身呢，我无心情讲遮。好，我知，多谢你。你上下说多少？因为你今仔心情无好尔，你也无记住我。是，你才打走尔，我开始想你啊。你什么时阵才会回来？你敢知影？这中今仔又搁对我讲要追求我。其实我知影伊对我真好，只是大概我若看到伊，我就会想到你。我无法度将你放袂记。我知影，我若是将这话甲你讲，你一定会讲咱两个无可能。你一定要叫我接受这种，你敢一定就要叫我接受这种？谁那边讲我去接受这种呢？玉花，玉花。阿爸，你若一人爬楼梯起来啦，快细哩来。啊！你遮尔晚袂困，找我代志啊？玉花，阿爸，心肝仔有真侪话想要对你讲，啊，毋过，你还未叫我阿爸去叫，我讲袂出去。阿爸，
为什么会做你讲啊？过去哦，我生产一件代志，我有检讨过我家己，拢是我想过自私，唔知哦，害这么多人啊！阿爸，过去的代志都莫搁提起啊啦。美国，你的去见阿母已经死啊，不用嘛过身啊，就算讲哦，我要好好弥补伊，永远都无机会啊！今摆我的身躯边有这么多亲人，有你。阿姨、阿福啊，还有个志强、甲志怡，只要我活在这个世间，我就说，我一定好好对待恁。阿爸，啊你还阁有某啊？你哪拢无提起伊？美官，你敢会挽回伊？会啦，我袂挽回伊。认真讲起来，小婷阿姨嘛真可怜。伊最近定定来咱兜，我看会出来，小婷阿姨对你用情足深的。伊是真心真意想要带你转去大爷厝。美官，阿爸若转去大爷厝，转去小婷的身躯边，你有啥物意见？阿爸，这款代志你家决定就好啊，我无意见啦。若是讲，阿爸，你甲我斗阵做伙转去呢？阿爸，踮在你的身躯边照顾你、养孝你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也毋过，你嘛知影志忠一直在追求我，啊，我若对伊转去大爷厝，我是要安面对伊嘞。志忠啊，本性袂歹啊，你通考虑接受伊啊。我对伊就无迄种感觉，我也无爱伊啊。阿爸，两个人免讲做伙是袂幸福的。就亲像你甲阿母，恁两个生活斗阵的时阵，你敢真正感觉真快乐？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问你，我这个两扭伊的命，真正敢若家刀病铁扫帚。若甲我较亲近的，甲我较上好的朋友，无一个有好命，逐个都真短火寿。彩云、水星，还阁有婚姻，今嘛煞换你。若毋是，我还阁有一个老母，我真正足想要来天顶，甲恁大家做伴。伫咧天顶，咱两个做伙卖肉粽、开面搭，大家斗阵生活，我咧想一定会真快乐。无了，阿伯，阿伯，食早餐哦。好啦。
阿好啊，吃早顿啊。阿爸，我吃你，谢你哦，收。阿福啊，你嘛莫安尼生。啊，自从文兴过身了后，你逐工都安尼忧头壳面，意志消沉。文英在天之灵若知影吼，一定嘛会感觉足艰苦的，你知无？阿母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家己的身体我家己会顾啦，免烦恼啦。你若爱阿母放心，都恢复甲以前同款啦。逐工欢欢喜喜，袂输敢若青年外好咧。安尼阿母就欢喜啊。嗯，阿姐，我甲你听话。姨妈，阿姨，你啥？哎呦，小丁啊，你遮老早。小丁，小丁，啊，你敢食早起？到恁遮啦？唔免啦，阮食过啊。阿姨啊，我有几句话吼，想要甲建昌讲啦。是讲，我甲建昌讲，叫伊回去大爷厝先。阿母啊，小丁唔讲啦，建昌啊，我也是迄句话啦。我希望你会当甲我倒转来大爷厝。不管安怎讲，遐总是你出事的所在啊。敢讲你无听人讲过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人有本。大爷厝总是你的根本啊。当初时哦，我会甲阿元转去大爷厝，我就绝，我绝对毋是为着我家己啊。我甲阿元哦，嘛无啥物暧昧的关系。可能你唔相信，也毋过我会安尼做，我真正是为着你，为着囡仔，啊，搁为着等家。今摆阿元已经死啊，你家己是毋是清白的，这一点拢无重要。我今摆在想的，毋是你甲阿元。我想的是我家己，我感觉讲哦，我甲等家办了，我无迄个面子通过转去啊。建昌，你莫搁责备你家己啊啦。其实吼，等家会败去，我嘛爱负真大的责任。也毋过，就亲像你讲的。以前所有的代志，拢已经无重要啊。咱会当搁重新开始，甲等家搁兴旺起来，敢毋是嘞？小平，这段日子你上不高时就走来找我看得出来你的心意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会好好考虑，但不过你花时间好无？有一刻就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哎呀！我是不是就应该爱等你大下去？我总不能死啊！小金已经来找我过两遍，伊一直甲我请求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应该要转去啊？建昌，其实哦，小丁安尼讲嘛无毋对。你是伊翁婿，你嘛是大爷厝的主人。你等于大爷厝大，嘛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
这阵啊，淑珍，我看伊嘛真正有真心在改过啊，嘛有咧变好啊。建强，你敢知影？我是安怎这阵啊，无甲你顾正，你等你大爷厝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后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后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